咁啊，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即係我係咁即係搶噏啦嚇。如果你有2首歌成為得獎歌曲，你又會感受點咧？唔好嚇我啦，我好滿足啦，我一個狗。但係即係如果係嚇，即係假如啫，我會暈低。你知道我膊頭好闊嘅，你可以蹦喺度一陣，因為我有一個好消息要向你宣佈，亦都要向大家宣佈。1983年度10大勁歌金曲另一首得獎歌曲，就係再一次梅艷芳交出我的心。多謝。交出我的心係由顧嘉輝先生作曲，黃霑先生作詞，華星娛樂唱片公司出品。多謝你。再下一城，可喜可賀。首先冇首死啦！而家開心到梅艷芳，我成日都好多狂想曲㗎嚇，你都知我㗎啦。我又想問係啦，如果你3首歌都能夠脫穎而出，得晒獎，咁你會點咧？唔好嚇我啦，我會嚇死嘅。你會嚇死咁緊要啊？咁你記住喎嚇，我同埋眾多喜愛你嘅歌迷救咗你一命，因為你咧今年係得2首啫。梅艷芳小姐交出我的心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交出我的心，來交出我的心，我願來奉獻心中的真，我願投入去，全個投入去，不顧後果前因，交出我一生，憑一個愛心。交付每分誠懇，我願來做個，求我能做個不折不扣的真女人，全面去愛，有深深的興奮，發出青春去撫慰去接近，讓我的心。為你愛愛，無比心印。傾出我的心，全傾出我的心。我願情奉每一分歡欣，愛在原諒我，求愛原諒我，不怕讓愛火焚。傾出我此生，憑一片真心，將美麗與君平分。我願陪着你，求你能讓我一世努力做滿100分。交出我的心，來交出我的心，我願來奉獻心中的真，我願投入去，全個投入去，不顧後果前因，交出我一生，憑一個愛心。交付每分誠懇，我願來做個，求我。